2025年3月17號黃昏，香港個天啱啱黑落嚟，一線消息喺財經圈同八卦圈同時洗版。恒基兆業創辦人，曾經以2150億身家坐上香港首富寶座嘅李兆基，喺家人陪伴之下安然離世，終年97歲。人走咗，數字同樓盤早晚會喺新聞版面度淡出，但圍繞住佢嗰段婚姻，喺佢離世之後，反而一次又一次俾人拎出嚟重播、拆解。一位身家幾千億嘅富豪，離婚之後單身咗近40年，冇再娶，亦都冇再立第二個李太太。喺幾房太太豪門儀態層出不窮嘅港澳上流社會入面，咁樣嘅選擇顯得特別另類。最近，導演王晶喺短片入面隨口爆料，將呢段豪門離婚背後嘅權力角力講到又直白又冷酷，令唔少網民第一次意識到，新聞入面嗰句協議離婚、和平分開背後，其實藏住嘅係一套完整嘅商人邏輯。呢幾年電影好難拍，票房又唔好做，唔少影視大佬紛紛轉身投向短片平台。向太喺直播間一邊帶貨一邊講故事，王晶就乾脆靠把口，將自己幾十年累積嘅人脈同見聞變做流量。佢拍過400幾部電影，江湖傳聞聽得多，見得都多，一開口就知唔係喺度亂噏八卦。圈內潛規則，導演同女演員嘅曖昧，投資方盤算乜嘢？佢成日半真半假咁爆出嚟，令人又想笑又覺得尷尬。今次佢對準嘅焦點唔係邊個細明星，而係香港頂級富豪之一嘅李兆基。佢講嘅亦都唔淨止係感情，而係一個商人喺婚姻同權力之間點樣落決定。佢嘅核心觀點一句說完，商人可以將錢分出去，但好少會將權交出去，就算嗰個人係同你同床共枕幾十年嘅老婆。喺李兆基呢段婚姻入面，呢句說話可以話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如果用情感劇嘅角度去睇，呢段婚姻一開始其實幾似童話。50年代嘅香港，選美係好多女仔改變命運嘅舞台。劉慧娟就係喺嗰個年代脫穎而出嘅香港小姐冠軍，五官精緻，氣質出眾，行喺街道回頭率超高。嗰陣時嘅李兆基仲遠遠講唔上係大佬，只不過係一個喺地產圈摸索緊嘅生意人。有傳聞話佢喺街頭偶遇劉慧娟，一見鍾情，之後足足追咗3年先至抱得美人歸。1959年，兩個人正式結婚，喺當年嘅香港都算係才子佳人代表。結婚之後，佢連續生咗5個小朋友，3女2子，照顧老人家，打理家頭細務，將成個大家庭打理得好妥當。喺好多人眼中，佢就係典型嘅豪門太太，退居幕後，支持老公，湊大幾個仔女。而嗰陣李兆基嘅事業仲未去到後來地產教父嗰個級數。佢係喺佢前途未明嗰陣，已經將自己人生壓落去。佢哋婚姻前半段非常傳統，出面係佢打拼嘅江湖，入面係佢守住嘅後方。如果個故事一直照呢條軌跡行落去，好大機會係兩個人一齊行到老，變成共患難又同享富貴嘅模範豪門夫婦。真正嘅轉捩點係出喺劉慧娟提出嗰個要求嗰陣，佢想入公司參與決策。喺好多現代女性眼中，呢個要求一啲都唔過分。我同你同甘共苦咁多年，你而家成功咗，我唔想永遠淨係做你背後嘅影子，我都想喺事業上有自己個名，有個位，有發言權。但喺李兆基個角度嚟睇，呢句說話就好似踩到佢底線咁。公司係佢嘅戰場，亦都係佢掌控一切嘅地方。家庭可以共享，財富可以分，但權呢樣嘢就唔可以亂咁鬆手。王晶喺片入面講得好白，你要財富可以傾，你要權力就難搞。特別係當你對呢個人嘅愛遠遠多過你對佢能力嘅信任嗰陣。用生意角度去睇，李兆基啲顧慮並唔係無中生有。第一，劉慧娟係空降兵，冇由基層做起，又冇公司管理嘅歷練，一下子直上管理層，好容易俾老臣、對手甚至外面嘅人牽住個鼻走。喺資本世界入面，一個細細個誤判，
都可能係上百億嘅損失。第二，佢又係太太，又想做高層，身份本身好複雜。一旦公司入面有人唔滿，最容易就係拎佢出嚟做槍手。好多豪門故事入面，太太俾人挑撥，最後企咗喺老公對立面，呢啲橋段真係見得多。第三，一旦太太正式介入公司，婚姻出咗事，要分割嘅就唔淨止係感情，仲包括實際決策權同控制權。對任何一個將事業擋命嘅商人嚟講，呢啲都係最唔想面對嘅風險。所以喺李兆基心目中，最安全嘅路線就係感情歸感情，公司歸公司。太太可以享受豪宅、遊艇、慈善名譽，可以幫手統籌家族內部啲事，但唔好插手公司具體運作。理性嚟講，呢種做法好傷人，但喺感情上睇就顯得特別冷血。一個由你打拼到有今日，一路喺你身邊嘅人，你成功之後想同你一齊企喺台前，卻俾你毫不猶豫咁擋喺門外。好多文章會將呢段婚姻講成男人太絕情或者女人太作，但真正嘅問題係兩個人本身都好強勢。李兆基係典型傳統男主外性格，好重視秩序、權威同掌控感。劉慧娟又靚又醒目。後生嗰陣係選美冠軍，習慣咗企喺鎂光燈之下，自然唔會甘心一世淨係喺廚房同客廳度打轉。公司越做越大之後，佢再唔滿足於淨係管屋企，而係想真真正正參與決策。喺佢角度嚟講，呢個係實現自我價值；喺佢老公角度嚟睇，就係打破咗界線。圍繞住呢個分歧，兩個人爭拗不斷。仲搞到成個大家族都要出手，開家庭會議，啲仔女輪流勸，長輩出面調解，各種傳統意義上挽救婚姻嘅方法都試過一輪，但劉慧娟態度始終好堅決，既然決定咗走出嚟，就唔想再退返去淨係喺屋企嗰個位置。最終呢段婚姻喺1985年畫上句號。嗰一年，佢哋已經結婚26年，李兆基57歲。事業正值踏入巔峰之前，諷刺嘅係離婚協議入面最戲劇性嘅一點，就係劉慧娟選擇淨身出戶，佢冇開天殺價要巨額贍養費，冇撕破面搶資產，而係乾脆利落咁離開香港，移居加拿大。旁人好難明，好好一個首富太太唔做，走去外國清修，唔係諗唔開係乜？但如果你換個角度去睇，其實佢真正唔要嘅係附屬喺人哋名下嗰種安全感，佢更在意嘅係由自己話事嘅人生。離婚之後，劉慧娟搬去溫哥華，揀咗另一條極端嘅路，皈依佛門。李兆基知道佢信佛之後，就斥資喺當地起咗一間寺院，俾佢有個地方可以靜修。有人話呢個係佢多年愧疚嘅補償，亦有人覺得呢只不過係佢用自己慣用嘅方式繼續照顧呢位前妻。唔論出於邊一種動機，有幾個細節都好值得玩味。第一，佢冇拒絕呢份布施，但亦冇因為咁而回到佢個世界，而係照樣過自己嘅清修生活，呢種係帶住距離感嘅體面。第二，佢幾乎年年都會飛去探佢，兩個人唔再係法律上嘅夫妻，更加似係一齊走過半生嘅老朋友。佢冇想挽回，冇再婚，佢冇回頭，但亦冇完全斬斷呢份情。第三，佢喺家族入面嘅位置，其實並冇真係跌出局。2006年，佢出席咗細仔李嘉誠同徐子淇喺澳洲搞嘅婚禮，嗰次係佢20幾年之後第一次再公開露面，冇撕破面，冇豪門戲府嗰啲呼馬，只係淡淡然咁企喺一旁，望住自己啲仔女成家立室。2008年，大女喺香港搞佛法會，佢都有出現，同幾位新抱有講有笑。對於真正至得呢個家族嘅人嚟講，佢唔再係李太太，但仍然係幾個仔女心目中好重要嘅核心長輩之一。好多人中意將佢人生總結成失去咗首富太太呢個頭銜，但換個角度睇，佢係喺一個標籤好重嘅身份入面抽身出嚟，重新變翻做劉慧娟，而唔係邊個嘅太太。喺呢個豪門故事入面，佢揀嘅係放低爭奪，守住自己嘅尊嚴。與之相對嘅
就係首富之後近40年一直單身。簽咗張離婚協議之後，李兆基始終冇再婚。外界有好多揣測，有人話佢念舊，認定今世只會有一個正式李太太，亦有人估離婚協議入面可能有啲不可再婚嘅條款，確保啲身家全部留俾仔女。仲有一種比較現實嘅講法，對佢嚟講，感情從來都唔係人生嘅第一位，事業、布局同財富傳承先至係終極題目。唔理邊一個版本更加接近真相，結果就擺喺眼前。佢將自己幾乎全部精力都投放咗喺事業同慈善上面，而唔係再去搭建另一個新家庭結構。離婚之後，佢好似幫自己加多把鎖，喺地產上面將恒基做到香港數一數二，喺金融、保險範疇一樣大舉布局。喺公益方面，佢將教育捐獻當成自己一種使命。1996年，佢以127億美元身家俾福布斯評為亞洲首富，全球第4。2018年，佢以2150億港元身家超越李嘉誠，再次登上香港首富。2020年，佢又再一次成為福布斯香港首富。佢用咗幾十年專注去證明自己就係嗰種將事業當終身伴侶嘅人，但同一時間佢都冇忽略培養下一代。大仔李家傑、細仔李嘉誠先後入集團，由基層做起，再做到聯席主席。三個女就保持低調，唔爭風頭，好少捲入家族紛爭。同一啲動輒幾房太太、10幾20個仔女嘅豪門比起嚟，李家呢個家族結構算係相對簡單清晰。有趣嘅係，佢本人喺婚姻觀上其實好傳統，傾向男主外女主內嗰套模式。呢一點由細仔李嘉誠娶徐子淇，生足4胎，到大仔終身唔結婚，但選擇用科技手段一次過抱返3胞胎，都睇得出端倪。但輪到仔女揀自己人生路嘅時候，佢又表現得相對開明。大仔選擇唔結婚，佢冇逼，反而高調派利是，同員工一齊慶祝孫仔孫女出世。細仔娶咗藝人出身嘅徐子淇，佢都接受，冇上演惡毒奶奶幾房太太鬥法嗰啲呼馬，反而保持住一個相對簡潔嘅家庭架構。你會發現有個幾微妙嘅反差，輪到佢自己嘅婚姻，佢揀咗極致控制同劃清界線。去到仔女呢一代，佢似乎意識到當年嗰種控制要付出幾多代價，所以退後半步，俾仔女自己揀。喺某個程度上，呢都算係佢喺人生後半場悄悄做出嘅一種修正。去到晚年，提起佢最多嘅就係佢對慈善同教育嗰啲大手筆投入，透過李兆基基金、培花教育基金等等，佢喺內地、香港同海外捐助大學、中學、起教學樓、設獎學金，累積捐款去到以10億、100億計。佢不斷強調，社會俾咗機會佢有責任將部分財富還返俾社會。2025年4月27號，佢嘅喪禮喺香港殯儀館舉行，政商名流都有到場致哀，商界大佬、體壇名將、昔日港姐、新一代明星都嚟送佢最後一程。之後，靈柩送返順德大良安葬。一代地產教父完成咗由廣東細鎮去到香港巔峰，再回歸鄉土呢個人生循環。如果用首富嘅角度去睇，佢人生係一個標準成功樣本；但如果用丈夫呢個角度，佢一生都留低咗一個講唔清嘅問號。好多人中意用一句說話形容豪門，揀啱就係童話，揀錯就係噩夢。喺呢個故事入面，有人覺得徐子淇揀啱咗，介入一個結構簡單、長輩唔太難搞嘅豪門，老公錫，仔女健康；亦有人覺得劉慧娟揀錯咗，共患難嗰陣喺身邊，同富貴嗰陣反而俾人擋喺門口，最後連首富太太呢個名號都唔要。不過，如果暫時將啱錯放一邊，用冷靜少少嘅角度回頭睇，其實兩個人各自都有問題位。劉慧娟嘅錯係喺於佢野心嚟得太急，出手太猛。佢想入公司唔係罪，現代女性都有追求事業嘅權利，但佢缺乏由基層開始學起，慢慢融入嘅過程，一出手就直指執大權，喺任何大型家族企業入面都會俾人視為高風險人物。
李兆基嘅錯係將婚姻完全用公司邏輯去管理，佢太清楚風險，亦太知得點樣防守，所以潛意識裏面已經將枕邊人當成一個潛在唔穩定因素。佢守住咗自己嘅商業帝國，但同時親手斬斷咗一段原本有機會行到白頭嘅伴侶關係。最後，共患難嘅感情頂唔住一齊富貴時候嘅權力拉扯，呢段婚姻喺呢盤棋入面變成咗最早俾人犧牲嗰隻棋子。結果就喺度，佢離開豪門，揀做一個普通人，喺加拿大寺院安安靜靜咁過下半生。佢守住商業帝國同幾個仔女，用幾十年單身，為當年嗰句唔俾太太入公司嘅決定，付出咗最長亦都最無形嘅代價。有時真係會諗，如果當年劉慧娟唔係一下子就要求入公司執大權，而係由慈善基金、家族辦公室、品牌形象呢啲邊位板塊做起，慢慢熟習公司架構，一步步建立威信，個結局會唔會完全唔同？如果當年李兆基唔係一刀切咁拒絕，而係用自己最拿手嘅佈局思維，幫佢設計一條既可以實現事業追求，又唔會威脅公司穩定嘅路，呢段婚姻會唔會有機會由對立面變成真正嘅同盟？歷史唔會重播一次，留俾後人反思嘅只係一個幾殘酷嘅現實。當一方將權力擺喺感情之前，而另一方又將主導權擺喺關係本身之前，個結局好多時都唔會好睇。無論你係咪豪門，咁你呢？如果嗰陣企喺十字路口嗰個係你會揀做一個淨係管屋企嘅另一半，保住段婚姻嘅穩定，定係好似劉慧娟咁，就算要離開豪門，放低頭銜，都要試一次活成自己？歡迎你喺留言區講講你嘅諗法。你覺得李兆基當年嗰個選擇更加似理智，定係冷血？你又覺得劉慧娟最後嘅人生係輸咗，定係喺另一個層面上贏咗？如果你可以睇到呢度，即係話你對呢啲故事都有自己一套諗法。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觀點，記住順手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